大家好，歡迎嚟到中文輕足識。我哋今日嘅話題係大暑熱辣辣。大家知唔知大暑係邊一日呢？大暑係中國24節氣之一，通常咧喺每年公歷7月22、23或者24日。大暑嗰日咧，太陽喺黃道上運行至120度，呢個係一年裏邊最熱、陽光最猛烈嘅時候。今年即係2026年啦，大暑咧就將會喺7月23日。大家睇下呢一日到底熱唔熱啦？24節氣係古代中國人觀察太陽運行規律、氣候變化同埋農耕活動而創造嘅曆法，分為春夏秋冬4季，每一季咧有6個節氣。大暑咧係夏季嘅最後一個節氣。如果以全年24節氣嚟到計算咧，大暑係第12個節氣。我哋可以從大暑咧嚟到見識一下中國古代對天文社會嘅觀察成果。大暑天氣熱，而世界各處，例如歐洲多國，近日都出現破紀錄嘅熱浪。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德國同埋英國等地氣溫飆升，多處咧係突破攝氏40度，即係華氏104度㗎啦。因為氣溫上升，過去並唔普遍使用冷氣嘅歐洲咧，都突然出現咗冷氣機嘅搶購熱潮。可以自行安裝嘅中國製移動分體式冷氣亦都非常之搶手，更被稱為避暑神器。世界到處熱氣沸騰，我哋咧就都可以借助文字記錄呢一股熱浪，用一啲疊字咧嚟到係去形容呢個熱嘅喎。例如熱騰騰就係形容熱氣冒出嚟嘅樣子啦，譬如嗰個包熱騰騰啦。另外咧，熱乎乎咧就係形容溫度好高譬如跑完步他全身熱乎乎的。另外咧，我哋又可以用熱烘烘就嚟到形容呢個氣溫悶熱或者係身體發熱啦，或者房間沒有冷氣，熱烘烘的。或者熱辣辣嚟到形容陽光猛烈，照喺皮膚上邊好似火燒一樣啊。例如夏天嘅太陽咧，熱辣辣的咁啦。熱辣辣咧，亦都可以形容溫度好高、剛出爐嘅食物我哋亦都可以用慶合合嚟到係形容大熱太陽咧曬喺身上面嘅灼熱咁嚟到係加強我哋嘅表達啦。咁呢個熱字嘅疊字形容詞咧，可以加強語氣啦，生動我哋嘅描寫，亦都能夠表達不同嘅熱度同埋感覺。消暑解熱，亦都可以借助一啲消暑嘅作品，就係嗰啲咧描寫清涼嘅事物、清靜心靈嘅文學作品。舉一個例子，唐代白居易嘅一首作品《消暑》。何以消煩暑？端坐一院中，眼前無長物，窗下有清風。熱散猶心靜，涼生畏失空。此時身自保，難更與人同。詩歌咧就係借助呢一個獨處同埋內心嘅寧靜嚟到達到呢一個心涼嘅效果。你亦都可以試下閱讀，睇下有冇感受到一陣嘅涼快啊！世界事物情景相生，地球暖化、氣温高升，呢個都係全球嘅大趨勢。除咗借助避暑神器，亦都可以學習一啲相關嘅詞語，或者咧係閱讀消暑嘅作品，享受一下心靈嘅平靜。所謂心靜自然涼，你都可以自主快樂嘅。如果你哋有一啲其他值得推介嘅消暑詩歌咧，亦都歡迎各位留言分享你嘅心得見解，亦都歡迎大家讚好或者將頻道咧分享俾你身邊嘅人。多謝大家，下一集再見。